5月7號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表面上咧，你係一個平易近人、易相處、好開朗嘅人，但係實際上咧，你係一個固執同埋堅持自己嘅人嚟嘅，唔表露真實嘅情緒，冷靜沉穩，客觀咁樣分析所有嘅嘢。你嘅分析能力好強，注重細節，有成熟嘅感覺，好 nice，但係唔中意講自己嘢。人哋會覺得你幾 cool 㗎，但我自己好中意呢種人。喺感情方面，成熟就係你嘅魅力，異性同埋同性緣都幾好㗎。喺戀愛過程當中，一時就會好獨立，一時咧就好怕寂寞。你身邊嘅人咧會比較難適應你，你好難揾到一個令到你可以打開心扉嘅人。而喺性嘅方面，你要遇到一啲令到你安心嘅人，你先至可以 enjoy 到性呢樣嘢嘅。而財運同埋事業方面又點呢？兩者係絕對掛鈎嘅，因為你會從工作方面咧獲得你嘅財富。你需要揾到一樣嘢，你會鑽研落去，你做一世落去咧都會覺得好開心嘅事業，你先至會有錢嘅。一啲學海無涯嘅嘢，科研啊、研究啊，又甚至係一啲學問啊，令到你學來學去都有新嘢發生嘅話咧，呢一樣嘅工種事業就可以令到你揾到錢。你係有興趣先至可以令到你揾到錢嘅。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呢？可能你由細到大都會比較早熟少少，你經歷或者遇到嘅事情會比較多，都係啲好純粹、好真實嘅嘢，令到你會覺得好難得。所以揾到一啲自己嘅興趣，發展成你嘅工作，可以無窮無止境咁樣學落去，沉醉於自己中意嘅入邊呢，你會揾到屬於你嘅純粹同埋純真嘅。